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含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时阵听人讲笑，若是讲学袂晓的，就先跳过、浪过，等到有一天开窍了后，慢慢啊就会出师啊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人，人过人，读人第三条，人就是留空间出来的意思，像讲人一旁互人坐，嘛有跳位跳过时间的意思，像讲人月就是过一个月，啊若是人互旁就是趁无落雨的时间，另外还有人工、人旁就是甲时间拨出来，就有一句话讲人时无人日。意思是，就算是每一个时间拢安尼，嘛会逐工拢安尼。另外，还有浪况是讲真灵、真人的意思，嘛会当讲是真人。像讲衫伤过浪况无下输。另外，浪况嘛有足款的意思，像讲因兜足浪况。啊，若物件生高，会当讲是生高浪谱。形容一个人头走去、选去，咱讲伊浪港。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音读做浪，像咱讲看浪浪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浪站，意思就是浪旁有暂停、有休困的时间。第二个词读做看浪浪，就是形容足快足快，嘛会当讲是浪况，或者是看莽莽，也个有看浪浪，嘛会当讲是浪浪快开胃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阿明，逐工拢伫咧因兜的床边啊看夕阳，规个看浪浪。伫咧无闲的生活中，小冷站一下，心情嘛较袂遮尔紧张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人，另外一个音读做浪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